親愛嘅天父，我哋以箴言第18章嘅經文嚟到你嘅面前默想祈禱，求聖靈開啟我哋心靈裏面嘅眼睛，使我哋能夠明白並且能夠遵行當中嘅道理。箴言第18章主要係記述所羅門去繼續列出佢嘅箴言，成為智慧建造房屋嘅7根柱子嘅材料，亦都係建立我哋屬靈生命嘅柱子嘅材料。我哋仍然係以智慧嘅7根柱子作為分類嘅總綱，將相關嘅箴言嚟到歸類。第1根柱子係有關謙卑或者係驕傲嘅分類。第1節，孤僻的人只顧自己的心願，喺呢度只顧自己的心願，喺70士譯本係只顧為自己找藉口。他鄙視一切健全的知識，意思係一種極端嘅驕傲狀態，不顧一切嘅常識，只係迷戀於自己嘅慾望。第2節，愚昧人不喜愛聰明，只喜愛表達自己的心意。呢度係延續第1節嘅意思，愚昧人不願意學習，只係想誇耀佢個人嘅見解。第10節，耶和華的名是堅固台，義人奔入就得安穩。呢度認識神嘅人係謙卑咁去投靠神嘅。第11節，有錢人的財物是他堅固的城，在他幻想中猶如高牆。喺呢度兩節經文整體嘅意思就係義人謙卑咁去依靠耶和華的名，有錢嘅人卻係驕傲咁依靠佢自己嘅財富。第12節，敗壞之先，人心驕傲，要得尊榮，先有謙卑。第13節，未聽完就回話的，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未聽完就回話係驕傲嘅人一般常見嘅特徵。第16節，人的禮物為他開路，引他到高位的人面前。喺呢度嘅禮物並唔係指到賄賂，呢個希伯來嘅原文比起賄賂係一個較為中性嘅用詞。呢度嘅禮物純粹係出於謙卑同埋禮貌，係正當咁表達好意，能夠使到人嘅道路更加暢順。神係睇人嘅內心嘅，出於一種謙卑嘅愛心同埋尊敬，就好似人向神去獻祭嘅心態一樣，係合乎神嘅心意嘅。第23節，窮乏人說哀求的話，有錢人卻用威嚇的話回答。喺呢度顯示出世界存在嘅一種醜陋嘅實況，但係關鍵嘅重點就係喺神嘅眼中，佢係點樣睇呢件事情先至係最重要。實情係貧窮嘅人說哀求嘅話係蒙神嘅顧念，總係勝過有錢嘅人用威嚇嘅話係被神所棄絕。第2根柱子係有關公義或者邪惡嘅分類。第3節，邪惡來，藐視跟着來，羞恥到，辱罵同時到。呢度係用藐視、羞恥、辱罵3個詞語嚟到表達羞辱嘅內容。呢度係3重咁強調咗羞辱係罪惡嘅必然嘅結果。呢種羞辱嘅情況喺創世記3章7節，他們義人的眼睛就開了，知道自己赤身露體，顯示出呢種羞辱嘅狀態係罪惡嘅最先嘅情況。喺但以理書12章2節，睡在地裏塵埃中的，必有許多人醒過來。意思係人類復活嘅嗰一日，其中有得着永生的，有受羞辱永遠被憎惡的。呢度羞辱嘅狀態亦都將會係罪惡喺永恆當中嘅最終結果。第5節，偏袒惡人的情面是不好的，審判時使義人受屈也是不善。呢度偏袒嘅意思就係睇外表嘅意思。呢句說話就係話被惡人嘅外表、家世、財富所影響，而作出咗錯誤嘅判斷，係唔公義嘅。第14節，人的心靈忍耐疾病，心靈憂傷，誰能承當呢？人如果有堅強嘅意志，能夠幫助人去忍受肉身嘅痛楚，但係如果心靈頹喪或者意志消沉，就會連佢嘅身體健康都會受到影響。所以有人話喺為別人健康禱告嘅時候，我哋應該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5章23節所提到嘅次序。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，又願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，在我們主耶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責。我哋應該係先關注對方嘅心靈，應該係按呢一個次序向神去交託禱告嘅。第3根柱子係有關誠信或者說謊嘅分類。第4節，人的口所講的話如同深水，智慧之泉如湧流的河水。箴言20章5節亦都講，人心中的籌算如同深水，唯聰明人才能吸引出來。呢度深水係指到模糊難以捉摸隱藏嘅心思意念，而湧流嘅河水即係清澈嘅人所共見嘅清水。
呢度指到雖然有啲人嘅說話係傾向隱藏同埋說謊，係難以捉摸嘅，係動機難測，但係另外有一啲人佢嘅說話卻係智慧嘅泉源，能夠傳達拯救生命嘅真理。一般嚟講，呢兩個都係說謊嘅人同埋誠信之人嘅分別。第8節，造謠者的話如同美食，深入人的肚腹。原來聽別人嘅閒話就好似食美味嘅食物一樣，使到聽嘅人係深入肚腹裏面。人喜歡聽嘅是非往往係虛謊之言，佢哋卻係視之如珍饈百味。再傳出去嘅時候，自己亦都變成咗係喺度說謊嘅人。第20節嗰度話，人的肚腹必因所結的果實飽足，他必因嘴唇所出的感到滿足，係承接第8節。別人嘅口所講嘅說話喺自己嘅肚腹當中飽足咗，再講出去嘅時候，自己亦都感到好滿足，係講是非嘅人常有嘅狀態。人需要對自己所講嘅說話負責，並且擔當後果。第21節，生死在舌頭的掌握之下，喜愛弄舌的必吃他所結的果實。呢度警告嗰啲喜歡往來傳舌嘅人，佢哋係必須要小心語言所帶嚟嘅後果，並且神都係喺當中監察嘅。第4根柱子有關慈愛或者怨恨嘅分類。第22節，得着妻子的得着好處，他是蒙了耶和華的恩惠。呢一句與箴言第8章35節，因為尋得我的就尋得生命，他必蒙耶和華的恩惠，係講關於尋得智慧嘅。兩節嘅經文係令人驚訝嘅，係高度相似。箴言31章10節，才德的婦人誰能得着呢？他的價值遠勝過寶石。呢一句同箴言8章11節，因為智慧比寶石更美，一切可喜愛的都不足與其比較，亦都係高度相似嘅，暗示出除咗智慧之外，神所賜嘅最好嘅福氣就係一個賢妻。喺呢度亦都表明咗人世間所有嘅愛，並冇能夠比婚姻之中嘅愛係更寶貴嘅。第24節，朋友太多的人必受損害，但有一知己比兄弟更親密。有太多嘅朋友好可能係會令人疲於奔命嘅，濫交壞朋友亦都會帶嚟禍患，所以要謹慎交朋友。好朋友係勝過兄弟，一個真正嘅知己朋友能夠始終不變咁站喺你嘅身邊。喺呢度嘅知己朋友亦都令我哋想起主耶穌基督嘅說話，喺約翰福音15章15節，我稱你們為朋友。雖然主耶穌基督係稱佢嘅門徒為朋友，但係佢嘅門徒亦都喺佢受難嘅時候係離棄佢。但係主耶穌基督係我哋每一個人可以單獨建立深交嘅知己朋友，我哋可以肯定相信，直到今生嘅盡頭，佢都必定唔會離棄我哋嘅。第5根柱子有關謹守或者不遵行真理嘅分類。第15節，聰明人的心得知識，智慧人的以求知識。呢度嘅知識重複咗2次，係要加強語氣。呢個係主耶穌基督所講有飢渴慕義嘅心嘅人嘅狀態。而且呢度有一種巧妙嘅情況，就係知道得越多嘅人，就越知道自己其實所知嘅係唔夠多。喺哥林多前書8章2節，若有人自以為知道什麼，他其實仍不知道他所應當知道的。腓立比書3章12節亦都話，這不是說我已經得着了，已經完全了，而是竭力追求，或許可以得着基督耶穌所要我得着的。就連保羅佢都有咁樣嘅說話，我哋豈能唔努力嘅天天去勤讀聖經，有飢渴慕義嘅心，希望知道更多呢？第6根柱子有關節制或者放縱嘅分類。第6節，愚昧人的嘴唇挑起爭端，一開口就招鞭打。第7節，愚昧人的口自取敗壞，他的嘴唇是自己生命的圈套。第18節，掣籤能止息紛爭，也能化解雙方激烈的爭辯。呢度雙方激烈的爭辯係指到敵意甚強嘅兩班人嘅爭吵，人與人之間引起糾紛係何其容易，但係要排解糾紛卻係十分困難。喺19節，被冒犯的弟兄強如難以攻下的堅城，紛爭如同城堡的門閂，係難以開啟嘅意思。呢度反映爭持不下、兩不相讓嘅情況係難以解決。對於信主嘅人嚟講，唯一有效嘅就係學習節制嘅功課，雙方都節制自己嘅怒氣，按照聖靈透過聖經嘅啟迪，聽憑神嘅帶領同埋裁決，
就好似腓立比書2章3至4節所講，凡事不可結黨，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，只要全心謙卑，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。第7根柱子係有關殷勤或者懶惰嘅分類。第9節，做工懈怠的是破壞者的兄弟，意思係有工作喺手上拖延唔做，就等於係主動去破壞工作一樣。第17節，先訴情由的似乎有理，另一人來到就察出實情。喺呢度係本章中第3度對急速妄下判斷嘅提出嘅警告。第2節嗰度話，愚昧人不喜愛聰明，只喜愛表達自己的心意。13節嗰度話，未聽完就回話的，就是他的愚昧和羞辱。之前嘅2節經文都係表達出一種驕傲，懶得細聽別人講咩嘢說話嘅問題。但係延伸落嚟到正式嘅審判當中，如果唔殷勤咁去處理，妄下判斷出現咗錯誤，就係一個懶惰嘅問題啦。讓我哋都能夠按聖經嘅教導，按照智慧嘅7根柱子嘅原則，喺生活、工作同埋侍奉上面作出最合乎神心意嘅行動。默想祈禱，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得勝嘅名字而求，阿門。